Hello，我係美聯物業嘅 Albert 關。今次介紹呢個恒盛大廈，位於尖沙咀地鐵站嘅旁邊。由港鐵站 N1 出口行過 K11 商場，再過馬路就係恒盛大廈啦。今次介紹呢個恒盛大廈呢，有靚裝修，又有海景嘅靚單位，入去睇睇啊！單位建築面積2200幾平方尺，景觀開揚，呢一邊仲可以望到山景同埋海景。單位間隔四正，寬敞闊落，可容納10幾個員工喺度工作㗎。入嚟睇呢間房，呢間房都可以望到海景㗎。如果你有興趣想睇呢個單位的話，記得 call 我 Albert 關，打呢個電話號碼揾我就得㗎喇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